伫台湾社会，真侪人相信王爷会当保庇咱平安健康。台湾各地王爷拢有无同的传统甲特色，亲像东港东龙宫3年一变的送王船，就是一块块。连续几落天的祭典，热烈的顶头，各地无同的仪式，伫王爷的祭典内底，会当看到多元的台湾文化。咱这个台湾研究的人拢有一个叫做10大信仰排行榜，含妈祖有咧拼的就是这个王爷庙。主要的原因拢是因为泉州伊放王船飘过台湾海峡，所以因若看到王船来咧欢的因一定甲因迎请起来，因为王爷伊就是行运和解运。台中依然有真侪这个王爷庙，因为集体的紧张，社会的人心要爱个安顿，所以王爷庙会特别多。王爷是虾米款的神呢？是伫虾米时阵传入来台湾呢？是安怎台湾人会信王爷？伫台湾有遮尔侪信徒的王爷信仰，有虾米特殊的所在？又阁有啥款的故事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咱常常听人伫咧讲嘛爱神嘛爱人，这爱神的这个部分呢，伫咱台湾民间信仰当中，会当讲是拜真侪神明。而且咱最近拢常常讲这个迎王、送王、烧王船，这个活动是热烈噗噗，互人哋做是无形文化资产。究竟这个迎王、送王、烧王船，这个王爷公，甲咱台湾的民间信仰，抑个咱的台湾历史，有虾米款的牵连呢？今仔来到现场，会当讲是满是全部拢是神明。今仔日呢，也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咱现场，甲咱开讲。头期先要邀请这位呢，是对咱宗教信仰非常有研究，而且本身呢也是正道长，而且是中研院的院士。咱欢迎咱的李洪波老师，李老师你好。大家好。第2位要来邀请的就是讲咱们台湾会当讲是电影调查走透透，连嘉禾也一段时间有对着这位老师伫咧走电影调查。咱欢迎到咱的洪英发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咱台湾上界普遍的，就是讲土地公啦、妈祖啦，甚至是观音佛祖。也不过，亲像我是北部人，其实我北部人，我就是对这王爷公的这个接触，会当讲是较少啦。这个王爷伊是什么款的神明呢？过去学者有一个10大神明排行榜。你也讲用单一神，就是妈祖庙上济。妈祖庙上。但是你也讲是主姓王爷、王爷、大天顺寿，王爷庙的数目是头排第1的。你可见讲咧中南部王爷庙是4个拢有都看得到。可见讲伊是那排行第1，你知道无？所以王爷公伊的信仰是足密的就对啊。因为台湾的开发。咱的先人为福建、为广东来到台湾，因为水土不服，大家惊会惊吓，所以一定是爱请大天顺寿来苦扫，所以这种情形下，所以大家拢是讲我拜一个王爷，大天顺寿啊，请伊来啊，会当保平安。老师我来请教就是咱这神拜真济，什么款的神明也当叫做王爷，有叫做像鹿港有守护王爷，个守护大王，亲像做迄个演艺人员，伊拜是西真王爷，伊嘛是王爷，是咪甲这个南昆生啊，还是讲东港东龙宫的文武千岁，这因的王爷有小可无共款呢？咱一般讲王爷你一旦分公义、广义的，还有狭义的。你甲我讲一讲你讲阮目沙，阮咧拜保佑尊龙，我嘛讲是王爷。但是咱今来今要讲的这个比这个迎王送王的这个王爷，主要是
大天顺寿，这个吼大节瘟疫期间，伊来巡扫，吼啊，最后呢用王船来登去，这种的这种王爷，确实咱讲的讲吼，这个上王船的王爷。哦，这就是咱今仔要讨论，就是主要是咱主题就是主要放在遐。大天顺寿的王爷吼。对。那在王爷这个部分啊，因的就是因得到正做神，伊讲有啥物款的来源甲区别啊？咱一般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啦，叫大身的王爷公，细身的王爷囝，吼，就是头先李老师有讲吼，就是咱的神明足多，可是吼，咱特别会甲咱的王爷吼，叫做大天顺寿，就是咱王爷嘛有分阶级的。吼，就是像我甲李老师几十年来咧研究的吼，阮研究的这大天顺寿，伊就是可能上关级的，伊就叫做千岁。哦，千岁就是上关级的王爷吼，所以伊就是大天顺寿。吼，咱一般咱咪看到，一般就拢叫什么王爷啦，叫啥吼？啊，咱的王爷其实就分做几啊款啦吼。那一般咱讲的大天顺寿，升温甲解温的之神吼。啊，咱一般就是讲，咱若做好做歹，伊来甲咱考察。啊，有当咱就误会伊讲拢叫瘟神吼，其实毋是吼。咱李老师的研究就是升温与解温之神吼，就是讲伊是来甲咱考察咱到底有好爱歹吼。另外一种就是咱的公烈神明吼，就是讲咱有做好代志，咱有对地方有好吼。伊可能是历史上的人，啊嘛有可能是咱在地的人生神吼。大部分是分做这款啊。咱今仔讲的就是较狭义的王爷，就是这几款安尼。哦，啊，既然拄只洪老师讲到这个王爷，伊是甲瘟疫有关系，啊，那些王爷讲的造型啊，有几种，敢会甲这瘟疫有牵连呢？其实吼真趣味，上吼原始的应该就是王令啦。王令就是讲吼，你这个王爷吼，伊要出去吼巡扫吼，伊就请王令就会使。啊，但是吼后来吼，你大家是讲，我要拜吼，你要有一个神像，啊，所以吼，咱吼在南部就讲吼用纸来过，因为咱王爷请起来对无吼，啊，看一段时间了，啊，就要上灶，所以讲起来是，你除了是讲吼自家在地吼，都有用茶客啦吼，那一般这种的吼，迎上的王爷拢是用纸过的，这是属纸符艺术啦，纸符杂作啦，哈，这种这就是讲吼，纸路的王爷，哦，啊，主要是因为一段时间，但是足趣味哦，迄画是几工啊，但是迄画吼有寡庙吼，迄那一年起来都足久的哦，几啊冬、几啊十冬嘛有哦，所以看正地方的习惯。对，因为老师讲的这个，敢若像有淡薄亲像骗我的例有无？就是因王爷讲来，啊，因当时要走，伊拢无决定，可能就是踮遮一坐，就是1、20年保庇地方，突然间这个当机发起来，王爷讲偌久要走，啊，就要送啊，对对。老师，安尼我真好奇就是讲吼，其实我看真侪庙啊，伊就敢若叫做守护王爷吼，比讲。林虎千岁吼啊，吴三王，就敢若只有姓尔，拢袂特别去强调讲哦，比如讲伊保仪尊王、保仪大夫，伊是什么款的人？为什么王爷讲会有这么特殊？就是敢若就是表彰伊这个姓这个部分尔。王爷吼，其实咱伫咱清代的方志内底，咱就知会拢会讲诶知其名，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吼。所以伊就是爱保持这吼啊，足有趣的吼。咱以前咱拢无咧追求王爷姓啥，甚至足侪王爷庙是讲哦，你袂使甲问吼。比如讲咱这马明山、5陵千岁，伊12位王爷拢个足神秘的，你敢知伊的姓？你唔知伊讲伊叫什么名，袂使问的。为什么？啊，我就感觉讲，足好奇的，咱以前咱拢无爱知伊要叫什么名？后来我伫迄个迄个方志面顶吼，伫咱的淡心堂的面顶看，伊就安怎讲伊知？伊就讲吼，咱因为咱的王爷吼爱保持大廉政公明吼，爱大道无私。所以你袂使伊知伊名，为什么？伊就讲你人拢袂使来恭敬伊嘛，我你知伊是啥？所以咱以前是，毋过咱即摆现代社会吼，尤其咱台湾社会即摆开始追求文化啦，追求爱。之所以爱咱来拜拜，爱知影咱先拜啥物吼，所以你看咱的新民吼，伫民国才60、70年以后，愈来拢会去赋予的名吼，就是讲拢知伊是啥物名吼，无你看，其实伫以前吼，咱拜王爷拢敢知伊的姓，唔知伊的名吼，所以即摆现代社会才愈来愈知影讲伊叫啥物名吼，啊无以前是拢唔知的，系啊。有当下甚至吼，咱这边吼请5府千岁起来，干呢吼。
上大的大千岁吼，哎有好名，吼，伊是哦轮到即科来的，吼啊，所以吼，就到时看要做一方式的，用跋杯啦，吼，用去请签啦，吼，啊是种各种方式，要请迄个求签啦，各种方式，啊，所以吼，其他吼，有当时含事嘛要出来，干咧吼，当值的王爷，伊倒好，哦，即可是某某大千岁，啊，讲起来是吼，这也是一个宗教的神秘性啦，吼，因为生命代志有限期，莫早伤济，所以主要也是吼含这个吼人对这个所在这个瘟疫、流行病的惊吓，也是有关系。就是甲其实台湾的一个是台湾的历史演变，啊，个台湾的地理，才造成就是这个王爷信仰伫咱台湾的生态吼。像我迄阵啊，大学的时阵，我就是坐迄个半暝啊马车去看迄个西港啊挂香吼，最后一工要烧王船，啊，所以去到迄个现场，我看时吼，我是感觉哦，真是足特别的。啊，为什么讲吼，北部甲南部有这个王爷宫的一个差别，还是讲？什么以某一条溪以南才有较侪王爷信仰，有这款的讲法咧？这个和台湾的开发历史有关系。因为咱大家拢所知影，这个福建广东的咱这个先民吼，上早来是为这个中南部起发。吼，你讲台南啦，吼，还是讲吼这个高雄啦、屏东遮。啊，因为迄阵拄上要开发的时阵吼，讲起来，即马这科学原理大家了解，就是讲咱无这个抗体，啊，你起来吼，咱叫做水土不服，迄叫做日本人叫做风土症，啊，你水土不服，啊，所以惊，较早吼，迄个伫屏东啊，迄阵伊设一个，伊迄就是海港嘛，海港啊，设一个咧检验的所在，派10个赶去吼有。8个死咧人上啊，大家会惊，啊，所以因为会惊吓，所以大家想讲吼，安尼吼，大家吼就讲受讲吼有迄敬畏之心啦，就是所以主要也是这个吼台湾的开发，因为为这中南部开始，后来这个开发已经慢慢会当稳定了吼，慢慢得为这个中南部啊中华按丢起来，所以到台北遮吼，大家已经是有一个讲来心内较定落啊，所以咱这个王爷庙大部分拢我集中咧这中南部较济，啊，过来有一种讲法就讲伊这个福建放这个王船啊，伊迄顺这个海流啊，都会卡，你若讲到澎湖啦啊，过来啊，过经过湖水沟啦你到台湾。多拢集中咧，差不多台中以南，台中以北有，但是较少阿毛港啦这种的，但大部分拢是呢，台中以南、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屏东遮，所以讲起来是这含这个海流船，伊迄上船嘛啊上船咧海上啊随这洋流安尼咧行，讲起来卡咧这个中南部的机会较济，所以澎湖现状原来真侪这种王爷庙，就是因为伊在咧中嘛啊，所以卡条就卡咧啊，啊也佫放出来，伊话讲啊，这王爷来到时要行起来啊来保佑无毋对，但是到时要送迄费用真悬，我就佮添在了，佮送出去，啊你送出来，你有澎湖安尼顺流来，多咱中南部较济。就是对着这海流来的所以台湾有一个王爷庙，拢是因为无就是这个大苦茶流来，无就是捡到船，嘛有迄种讲种要来台湾要来开发，但是台湾迄个所在迄算都是蛮荒之地，但是去你爱来庇佑啊，迄阵有人请这个香火茶嘛有加减嘛是有人用这个刻这个形象嘛有较少，但是大部分拢是用香火茶你也在这个所在在大咧祈求了有平安迄阵要刻所以你讲屏东东阳宫伊就是讲这个漂流木，
即阮有故事咧吼，从这个查是安怎安尼吼，安尼千里迢迢来卡咧遮，要甲杀走又唔走，就用这个茶来刻身上。所以讲起来是吼，含这个海流，用这个科学的原理来讲吼，含这个海流的关系，拢以中南部为较济啦，这个有关系。对，要请教翁老师吼，就讲，对中国这个所在，若是讲王爷公的信仰是对中国这个所在有这个送王船出去的这个仪式开始，有来到台湾，敢有到其他的国家去啊？比如讲，亲像东南亚还是其他所在，同款有王爷公的信仰。有啊，其实除了王船漂流以外，咱的移民嘛甲。咱的新民啊，信用拢带去吼。比如讲，咱即满咱啊东南亚所有的国家，然后华人的所在，基本上拢有送王吼。不讲咱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吼，菲律宾其实拢有。尤其阮即满较有咧定咧走印尼甲马来西亚，其实印尼甲马来西亚拢非常侪华人吼，搁咧送王。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有甲因影响到，不过因到即嘛是搁拢搁保持，而且因有当因的规模吼。嘛无输咱台湾吼，虽然因为因的战争的影响比咱较大吼，所以因的可能因的仪式无咱台湾遮完整，不过因共款嘛是拢有了透过这传出去吼，所以就是讲透过咱看着这大天顺序，其实就是一个咱闽南华人吼共同的一个样的记忆。看到这个王爷公的信仰吼，咱会当发现讲吼，其实咱台湾早就甲这个世界有伫相指接，而且对着这王爷公吼，忧官食官，忧富食富。这个王爷公要出巡，敢亲像古代的皇帝出巡同款。这其中呢，敢有啥物款的禁忌呢？咱较听下小休困的，再过来等来继续讲。头拄只老师有讲到，这王爷公大天顺守啊，既然是代表天吼，代表天公伫咧巡视咱的民间的百姓，来请教老师哦，这个王爷公的信仰是毋是和其他的神明较无共款，伊较特殊咧？对，咱吼台湾吼，各种神明拢有，有的神明吼，伊的风号啊，落长，大家拢记袂起来。你当讲妈祖叫做天后，后级的。关圣帝君是帝级的，所以你看伊的雷锋啊，雷锋就是讲安尼皇帝一定架起来，有当时50多里啦。这种这吼，就是讲朝廷来册封的，阮叫做调封制，调封的制度。但是咱这个王爷是真悬，大天顺守。但是你甲问讲，咱王爷有啥物封号，佫讲袂出来。但是讲，安尼这是毋是什么无正确的迄个制度？毋是，这吼是大道教的神谱内底，伊有分几啊部。那是讲吼，要送火有火部，送水有水部，但是要处理瘟疫，这有一个瘟部。所以道教从创教的时阵，就是已经有这个制度，就是五瘟。送五瘟，就是讲行瘟兼解瘟，有这个五瘟，有这个动员经，动员大帝。迄个时阵就是中国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迄个时阵。因为迄个时阵嘛是为江北甲江南，因为伊为江北甲江南。伊嘛是水土不服啊，所以伊就是无去抗体啊，无抗体自然迄种猛暴性的迄个瘟疫会流传，所以每一遍迄个人口大淤塞的时阵，拢会发生这种传染病。过来，那么知影所了解，用科学来了解，流行病有一个周期，你若拄着迄个周期时，佫拄着人口流动、战争啦、移民啦、种种啦、做生意啦，所以人口移动嘛是有这种情形。所以虽然是除了有调封以外，咱爱记，还佫有道封，因为道教尤其周天师伊有权力，伊嘛是会当代替天公来册封。所以这个制度和咱一般所了解的这个妈祖啦、天后啦、关圣帝君啦，还是讲什么其他这神明无相像。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个神明，当然
历史上啊，这个吼调风和道风有当时会合作伙，但是明朝以后就是讲调风为主要，道风吼变成讲是道教本身来处理。所以咱要了解台湾的新民，以及册封的制度，一定爱吼了解这个吼儒家的朝风，道教的道风，吼这个朝风道风哦并行，哦这就是台湾神谱一个重要的关键。老师，你今仔有炸100度来啊？其实你拄仔讲到100度，其实是足珍贵的吼。会当讲是就是真特别啦，独一无二的就对啊啦。这内面伊所这话这内容，会当请老师简单解说一下无？对，咱这上古早吼，咧移民的时阵吼，其实各种的传染病拢有。所以讲起来，这吼往中国的这个吼医疗史、还是讲吼这个瘟疫史。就是讲大疫史来讲，迄阵啊吼，第一就是讲啦，季节春夏秋冬，又去加一个冬，过来是方位，东南西北中，哦，你用这个啊时间来讲，用这个空间来讲，拢有机会去接触到。当然，一般来讲是吼夏季，哦，这个机会特别多。但是不管怎讲，就是讲吼。大迄个时阵就讲，这吼不管讲什么时间啊、空间吼，大这个情形拢拄着这瘟疫的流行，要安怎？所以阵啊吼，唔得讲一个五瘟，以五为主要，以五为一个性数，一个层数啦，以五为主要。所以这条道内底，迄个船顶悬吼，有5粒人头，迄就是代表讲吼，伊要来行运。行运了，过来就要解运，顶悬，讲顶悬，迄就是动员大地。所以一张图内底上顶悬遐动员大地，迄是虾米咧？动员神咒经有关系。迄甲即马嘛总咧念。过来下骹只这五运，这个有一本道经，迄足古早叫做《女清规律》。女清规律，这部经内底第一遍出现。五运，所以100度内底顶悬就是动员经、动员大地，下骹就是讲吼，女性规律内底五运，所以这条道内底就变讲吼，包含内底，甲拄啊洪老师讲的，咱讲运势有当时啊人会误解，其实当然行运合解运。我会当行，但是我嘛我度解，因为天公好生一德，唔是讲干要甲伊处罚。所以有任何一个瘟疫的流行，到最后照这使用来讲，天公嘛是个会派这孙寿等下来巡扫，甲扫清去。所以讲起来是这就是讲起来是讲天公上天有好生之德，这有这个含义在底。安尼讲到这五运的这个部分会想请教洪老师无？这五运甲五福大帝敢有牵连？咱五运其实有当下会甲五福大帝结合在一起，迄就是福州啦吼。所以咱定常阮去福州看吼，咱定来讲，咱台湾的向个上王的原型，其实就是伫福州，福州的向个五福大帝吼，咧上运。所以老师100度就是足原本，伊的咱所谓的讲咱闽南吼，咧上王吼，就是这是原型。所以伊嘛是共款上大天顺寿，伊甲咱台湾上的王爷无共款，因就是上这五运五福大帝吼，所以伊嘛是这个传说来吼，所以咱定听着咱王爷讲什么投钱啊，去阻止瘟疫啊，赶快五福大帝嘛，就赶快的传说。所以一般阮学界哈，像李老师，阮大家拢认为讲，咱就是感觉讲，这五福大帝就是咱王爷一开始咧除瘟疫的原型，所以咱就开始对这延伸过来，所以咱拜五福大帝，所以咱台湾咱会伫咱的方志面顶看到咱的白龙庵台南白龙庵，伊嘛是练毒收瘟啦，拢甲这瘟疫消息的端午节就该送出来所以这嘛是咱台湾的一种民俗五运嘛是共款，来甲咱闽南来甲咱台湾以后，咱会用大天顺寿王爷为主就是有这个安尼改变。所以那种这张图内底，伊的顶悬寿运，迄阵伊洪老师讲的讲。迄较早福州福州的船迄个福州的港是足好的港呢，所以迄船出咗热力，所以伊迄阵是讲这迄历史上的记载迄
福州吼瘟疫发生时，迄是死偌济人嘞吼。因咧传教士吼，咧福州咧弄记录，讲迄阵啊，或是安尼死足济人诶。啊，所以最后因就那上这个五帝船。所以到即摆吼，因安那有一本会哦，啊，古早图嘛像伊个吼写吼大天顺寿，迄个大写咧边啊，迄天吼放咧顶悬，迄天就是哪，就是天公。玉皇大天尊，吼，所以大天顺。但是有当时啊，吼，伊个尊旁顶悬讲圣驾回銮，哦，这样要将这吼，这圣驾要甲送转去啊，啊，这种习惯就是表示哪？表示伊保存的，这送五帝船这吼，就是伊的古早习惯，迄真趣味啊！伊吼，这个吼为这条路送出去哦，即马吼有当时啊吼，迄敢唔敢转来，先外口隔一暝。啊，准备转来时，袂使弯路转来，爱踅另外一条路。伊讲吼，啊无吼，伊即摆吼会顺这个原则会搁倒转来。迄可见讲当时吼，对迄瘟疫的流行，大概是足惊吓的哦。就亲像是上刷送出去，别当滑头了，对吧？别当滑头看意思而已。用国语讲不可循机而为。哎，老师讲的这王爷公吼，伊既然是大天顺寿啊，在这个王爷公伊的祭典呢，伊的天数是差不多是啥款？咱简单甲咱讲一下无？这个祭典内底吼，有几个空间吼，一般来讲吼，大部分拢无机会接触。最重要就是王府。因为吼，这个吼。礼生啊，乱生礼生吼，来接办这个王府礼仪。从明朝末期都已经有历史记载。哦，啊，这个记载的所在，头咧福州府啦，吼，这个所在。哦，啊，因为伊吼，伊即马伊所谓的制度，伊就是那仿古早时阵的这个巡守的制度，巡守制。啊，巡守的意思呐，这个所在吼，地上吼，遐吼。开始吼，有咧吼，有迄种安尼上东上西啦，像心怀不轨啦。啊，皇帝吼都爱去压，你知无？但是皇帝，人讲吼，古早时讲皇帝啊，天子争而不华。啊，所以伊爱照着名义，啊，什名义上好？顺寿，迄寿呐，打礼。毋是啦，皇帝吼要去遐打礼啦。啊，皇帝来时吼。所有地方的迄个诸侯拢爱来，诸侯来时呐，带兵带将呢，啊，皇帝是本身伊的精锐部队来，但是安尼无够，地方的这方面军拢爱来，所以吼，这种情形，亲像咱即马讲的吼，出新桥出顶头，咁意思。对。啊，来时你王爷。就是那伏在咧王府内底，啊，王府内就是要办事啊，吼，因为你这个所在一定是有啥物不平的代志吼，啊，我是吼孙安来，我代替吼这个皇帝来，万岁爷来，吼，啊，所以来时喏，伊就是呐有你有所不平，你来投文，来控告，对，来控告，吼，啊，你有啥物代志要来？要出去，你来禀书，吼，来禀告，吼，啊，所以吼，这叫做挂牌行事。我这个牌挂出去，你就是照这个牌行事。哦，我这个投文牌出去时，哦，我大家会来过，但足趣味的哦。迄个因这个礼生的这个礼谱内底，都特别有讲哦，这个投文哦，叫做随办随收，坑一个名。嘿，无吼，你可见讲吼，古早时阵的。人的生活内底吼，这种冤屈的代志特别多。冤屈的代志特别多。啊，这种吼，你瘟疫死亡，迄嘛是冤屈呢，迄嘛是伊心中有所不平啊。啊，所以讲随奉随收。哦，啊，但是啊，讲兵书制度吼，就较普遍点吼。啊，过来，你要处理吼，要处理讲吼，请王陵，咱这边嘛做一王陵着，请王陵出去要去吼四界去征讨，要去巡征。啊，你孙正时哦，你得爱啊，你要有这命令啊，所以要领文哦。啊，这顶足侪新奇的哦，王府来啊，哦，咱看迄个清宫剧有啊，你讲康熙南巡啊，乾隆南巡啊，你吼皇帝来，当然吼，迄地方官啦，啊无就地方吼遐吼，遐讲吼就偷人啦吼。
伊都是有代志会来宾阁啊，来拜见皇帝，所以叫做参谒，还是讲谒参，就是讲你有代志，我要来吼夜见，所以吼。咱真趣味哦，这样咱这个民间吼有伊的趣味的所在。神明吼有这礼性吼，手安捧掉咧，你嘛是安尼跪拜。所以讲起来是这个王府啊，是哦，这个重地啦，领王之间的重地。所以一般来讲吼，迄内底咧做啥物代志？除了礼性咧内底做吼，外口人拢袂使入去。我第一遍去做调查，伊嘛讲你袂使入去，最后讲会使入去，讲吼，夹只椅啊放咧条边，讲你敢能坐遐看到会使，袂使四界走，因为迄毋是讲因神秘，就是讲吼，即内底吼，迄若好，玉皇上帝派神明来，迄若是个皇帝派这个千岁爷来，你哪会使随便？所以吼，迄是有一个伊的神圣性。对啦，嘛有神秘性，所以这个挂牌行事啊，是足慎重的。所以讲起来，王府礼仪过来王府礼仪足趣味哦。迄是古早时阵，这内底，因为皇帝来，那个代替皇帝来，就皇帝就叫孙氏嘛是烧香啦你代天孙就来嘛是烧香。所以咧下骹手的人就是讲爱敬献，你新期来当然是来敬献，侍奉啦。所以你看这顶头人，这种穿清式服装咧，安尼行礼有仪咧，我就将这个敬品来放在这个敬道顶悬。所以过去的台湾的风气讲叫做严客行事，充满了敬畏，既敬又畏，就是大家足惊遐。所以你看，讲起来是安尼穿这拢是拢跋杯有得到这个身份带动。你讲起来足趣味啊！这种伊也当领到这种为东港讲叫大总理，有话讲是祭拜官。领到迄跋杯咧，迄毋是讲我有钱就会使，我跋杯上这就会当，当啦，徛旗制作啊！迄是古早真中状元，甲咧中纪念在徛旗制作咧。我爱煮鱼翅羹互食啊！因为我就是有这个福分，所以无紧，如何家己食无紧咧。对。也讲到这台湾这个王爷信仰当中啊，这祭奠爷王、送王船，还佫真侪重要的仪式，还佫这系顶头文化。后一段呢，咱就请到两位老师来甲咱讲这个王爷信仰内面这个物件，还佫这系顶头文化。咱小休困一下，较停下，等来继续讲。台湾人对王爷有偌虔诚，为顶头文化就看会出来。顶头是王爷出巡吊颈上好看的部分。文殿内唱歌跳舞，武殿内兵器武术，和王爷吊颈，亲像较早皇帝咧出巡同款。顶头呢，通常伫这个庙会当中会当增加这个队伍的壮大，互伊声势更较大。顶头的机个会当伫绕境过程当中来做表演，五路人嘛五路事。一般人咧看顶头，看闹热，讲了愈精彩，曝光声也愈济。但是若讲以参与者还是研究者来讲呢，阮看的无共款，就是看讲这个顶头，伊会当伫祭典当中去执行什么款的这个宗教性的仪式，有什么宗教性的动作。新明吊颈的顶头，表现出地方的文化特色。到底台湾的王爷顶头，也有啥物特别的所在？既然今仔日讲到这个王船这么重要，咱邀请到
洪老师来甲咱讲解这个规只王船应该有啥物款的装备，比如讲对这个王船要安怎做啦，到内面啊添载添什么物件，这顶头有啥物款的新名，请洪老师甲咱解说一下。其实咱台湾的王船大概分这3种方式啦，吼，就是有台南的、屏东甲澎湖的吼，大部分是安尼分啦，吼。啊，所以咱若以台南为例吼，台南的伊若做王船的时阵，其实甲咱一般吼，咱咧凊彩咧做一只船啊，是啊，拢较无共款吼。因为王船伊是神圣性的，所以伊会对伊去龙骨吼，伊会对垂签。哦，就是讲要去找看要倒要做一支签，哦，啊，就会去找签，啊，个定签，定签就是讲我宝贝吼，决定要用倒一支茶，哦，啊，我个来去出签，吼，参大量较麻烦，吼，要去出签，哦，不管伊是去木材厂抢，还是讲要去真正去寄球啊，哦，伊就去出签，出签了伊就请签，请签就是伊该完整吼，该用个好的时阵吼，所以伊去签落来。啊，伊来签了后，就是大家拢会去一王船坐，然后象征伊会甲王船拢请倒来吼。啊，请倒来了，伊合签，吼，就是照古早咧吼，咱做船的时阵嘛是吼，咱的签，因为咱以前的茶可能无遐大支，吼，所以伊的茶爱合起来，吼，所以咱就叫合签。合签了以后，伊就开始做船，吼，做船了，伊就会做好了，伊就会安梁木，吼，啊安牵金，安水底镜，吼，啊安好了后，伊就正式开工，吼，啊，佮会经一工。王船出厂，吼是王船啊，哦，所以咱有当咱讲王船出河，吼就是讲王船正式好啊。啊，咱台湾的王船吼，其实保留足原本吼，咱也参咱伫故宫的档案面顶看到吼，啊是讲咱古早相片看到的时阵，伊拢保留咱古早式的船的一寡概念啦吼，尤其是所谓的同安船吼、东湾船吼，因为东湾船其实咱以前咱讲带欠这个海盗吼，伊就是船坚炮利，就是用东湾船吼，所以来纵横咱的东南亚吼，所以咱会再看啊，咱其实咱台湾3种方式的船拢无啥共款，咱以嘉义金龙灯这只船来讲啦，那一般咱较正式的王船是有3个棚，哦，咱3个棚，哦，啊伊下骹吼，咱有一个叫做吃水线啊，咱叫乌稳，乌稳以下的是上大的差别嘿，就是咧食水的部分嘛，就是咧水底，啊伊水底的部分呢是你若看咱台南大部分就是拢画灰马，哦，啊你若澎湖咱就是拢素色的，啊咱东港。哦，小琉球、南州较特别，为什么伊拢画海产？伊掠鱼啊，所以有鳍球嘛吼，所以就一个改变啊。啊，无恁若传统上咱看拢是一般拢是拢画马，啊无就画肥马吼。啊，伊食水线面顶就是咱的尊心嘛吼，咱的尊心面顶的，咯，咱会看到拢会咱万年的王船吼，头前拢会有12生肖。哦，伊代表12个生辰啊，12个年度吼，啊，所以就有12生肖伫遮。啊，搁来就一寡像个八仙啊，一寡人物吼。啊，过来咱就会使看到，咱就有3支棚，啊，咱3支棚内面顶吼，啊，就逐个所在咧厅就佫无共啊，吼，面顶你若参咱台南咧一定有妈祖厅，吼，啊，咱东港甲澎湖方面的王船就无一定，吼，所以伊就设厅，吼，啊，咱啊，毋过咱一定拢有一个王爷厅，吼，王爷就是咱要送的时阵坐伫面顶，吼，啊，过来咱古早的时阵吼，咱有一个风向机面顶吼，咱有一只礼仪公。哦，啊，尤其咱礼仪公就是哦，伫咱台南伊就当做神咧拜拜吼，所以你看咱的首厝吼，啊甲西港啊吼，伊足重要，伊看礼仪公就是拢用请的神化，哦变成神明的一部分，所以伊就神化啊，所以伊就开始会用礼仪公来做拜拜吼，所以伊就变成啊，咱的底下就看到冰像吼，面顶拢有一寡冰像啊，啥物啊，上重要是吼，咱澎湖王船甲别人无共款，有加一支吼叫三角棚。哦，三角机啊，这种棚吼，马来西亚的王船嘛，是做安尼。哦，所以就有趣吼。啊，阮有去请用的做船的请教做船的师傅，甲用的咱一寡做航海士吼，伊就讲为什么？因为讲多岛屿吼，就是因遐就是岛用的风较透，啊岛数较多，吼啊，所以你若要伊要登湾世界的时阵，爱有一支三角棚较好登西，吼，所以咱澎湖的王船吼，就甲咱本地的王船都佫无共款，伊会加头前一支三角棚，吼，啊，所以啊，咱若伫东南亚咱嘛会使看到，所以咱的坐船吼，尤其咱的坐船吼，咱台湾的坐船佫会使落水，吼，所以你看咱台湾以前拢个古早拢会使落水，吼，啊，尤其咱澎湖即摆王船拢会使落水，像咱即摆过几工啊，咱澎湖乌壳。
伊坐的船就会使落水吼，所以就是讲，这就是古早的智慧甲工艺，拢一直留到咱即摆现代。所以咱台湾吼，即咱的坐船的文化，甲咱王船的文化，拢保存甲足好的。为什么因会想要用纸糊的方式糊这王爷公？即阵是平湖的向的王旭生老师吼，因兄弟啊吼，一个坐王船，一个古纸，吼古纸咱拢有讲一纸二图嘛吼，所以纸是上方便。嘛是上临时，所以咱一般咱较临时性咧请王爷来吼，咱台南嘛平湖拢用古纸吼，所以咱就拢用古纸的王身，嘛展现咱的工艺吼，所以就是咱一般吼，咱有王令吼，咱一般会用王令，会用王身所以咱就用古纸的王身来做一个代表吼，尤其咱王爷无形无状嘛吼，所以来时阵讲你若知你要请什么王爷吼，咱平湖的。古早师我是讲咱后壁迄个迄阵中军府是像王明贤老师吼，嘛是王明贤道长，伊古的王爷吼，伊就讲安怎？伊讲王爷拢会来托梦。王爷拢会先来甲讲，若无讲吼，比如讲阮顶届帮马来西亚要顾王新，因的老师傅已经过往啊嘛，因较无传承，要安怎？阮甲讲，阮就甲马来西亚问讲，爱要顾啥物款？伊讲阮王爷交代讲，伊会去甲。师傅交代吼，所以因就来甲王明贤老师交代。王明贤是讲出来，因就讲，这甲阮落界王爷讲的共款，吼，所以其实拢足神奇的，吼，因就家己来指示造型，吼，所以因就拢会照着。有当然嘛是落界种诶因现场落去写，吼，就照安尼去甲古早师傅讲嘛是拢有。搁再请教老师哦，这个王爷吼，就是这迎王的时阵，有一个所在叫做中军府，这中军府是虾米款的制度咧？其实这个中军就是哪，就是讲皇帝还未来以前，伊吼先来安大好势，所以伊来了吼，什么时阵要用要来写这个王尊经啦，什么种遮啦吼，这有真正要注意的代志，吼。迄个当比如说先前的啦吼，先遣的官员烧香，所以讲起来吼，每一间吼，这个吼恁迎王期间吼，一定拢是承袭中军府，中军爷吼，甚至吼伊出去吼，伊秘书拢管一定在大头前，所以讲起来是吼，中军爷咧这个吼，这个迎王期间是吼，伊官职毋是上权，但是足重要，足一个代志拢爱吼中军府来处理，过来嘛足神秘。这中军吼出去时吼，有拄着这个所在无平安，这个所在吼要安怎来处理？迄甚至有诶吼，大遐都伊都吼来拜阵啊，种吼将这来驱压转去，这无形诶，有当你看不着，但是有诶就讲用迄种吼扫啊浸乌油当然放咧中军府内底，到最后一天吼，大家烧去。可见讲吼，每一遍你用学理来讲吼。将军吼，伊吼做这代志，就是讲咱地方咱的人心的抚慰，人心的解禁，拢吼将军来处理，这就是将军府会较重的原因。含咱这个王准伊个有王准的这个官员哦，你来讲这王准的官员。咱王准面顶其实就甲咱的文武百官拢共款吼，就是就甲咱现代社会吼，伊都有。官准爷啦，中官公啦，那是各行各是个，咱嘛你看，伊面顶个有乡公，水手是迄个个有就是爱有用诶，爱有瞭望诶瞭望手，就有厨房厨师啥拢有所以就是你行刑要用诶物件，伊拢一应俱全。对，讲到这个王爷文化吼，会当讲是台湾一个真特殊，而且咱真侪人无讲你唔知，所以感觉讲伊是一个真神秘的这部分。王爷讲吼要出巡辽境啊，就亲像老师对头讲到，大天巡守要出去，一定有足侪地方官来接，或者是咱即马现代来甲看，就是有真侪顶头来甲王爷接，甚至是要甲王爷解送离开。这顶头有无共款的特色？等后一段继续来讲。咱头拄则讲到这王爷公即马要出巡啊，各地头这迎王爷顶头是不离啊济，咱来请教洪老师，这个顶头吼要来迎这王爷公，伊到底有啥物款的特色啊？
咱的顶头吼，一般来讲，咱就是甲王爷公斗老的嘛吼。可是除了斗老的以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性吼，就是讲有一足宗教的部分吼。比如讲，伊就是参咱呢，咱有文殿甲武殿嘛吼。咱的武殿就是一般咱看到西殿、宋江吼啊，各式各样。咱若以来讲就是较武的，咱就叫武殿。文殿就是咱音乐性阵头，还是讲像诶福德啦、南管啊、北管，咱这个文殿吼。啊，咱文殿当然就较像咱的义工队啦吼，咱就讲咱大家开玩笑讲咱的义工队。啊，若武殿伊就较有宗教性吼，比如讲伊要开路。伊爱去修缮吼，所以咱定会看到咱的宋江殿，咱的金沙殿哦，爱拜殿，爱去修缮吼，啊，尤其参咱的各式各样咱的家长，吼，咱的新长，然后咱拢一定拢来遮呢修缮啦、甲清除吼，伊就是为虾米？咱千岁啊，咧平常是无形的，吼，啊，所以咱有形的就是咱的武殿，咱的家长就是做有形的吼。啊，咱为虾米爱有这个顶头吼？除了咱的宗教性以外，最重要是咱的宗教的实践。好，咱宗教爱有实践啦，咱来去我们讲拢爱献艺啦，吼，献艺的像艺术的艺，吼，啊嘛是咱的心意的心意，献艺，吼，所以咱的艺就是艺术，吼，啊咱献艺就是啥，咱的心意，吼，所以咱就透过咱身体的劳动啊去做。啊，除了文殿甲武殿以外，吼，咱有一种较特殊的阵头就是哦，像个真人的艺格，啊，除了真人艺格以外，吼，咱有一种就是神明。吼，比如讲咱亚公殿，咱不只是伫福建，吼，咱伫马来西亚、印尼拢出现宋江殿，阮拢找着老相片。啊，毋过伫咱台南吼就足特别，因为咱的青梅蛇就是咱的曾文熙，伊会伫遐踅来踅去，吼，所以咱一般咧，咱就有一个传说啦，吼，咱用咱的亚公殿吼去坐迄祭，去祭迄个青梅蛇。吼，所以咱的亚公殿伫咱台南了，伊都毋是假个吼。你若讲咱台湾其他的所在，甚至伫金门。咱的亚公殿，伊就叫亚公架。啊，毋过咱伫咱台南，咱就甲叫做八足真人，吼，啊是讲咱就拢会叫亚公公，吼，咱就是甲当作神明。为什么？咱甲当作神明咧崇拜，会甲伊压制下去，吼，神明交代降价，吼，交代讲这个是要去压制咱这无好的物件，吼，所以伊就形成这108个，吼，108个上多的亚公殿，上长的亚公殿，对，因为我知影足济吼，爸爸妈妈拢三钱讲要互囡仔去坐这亚公殿，讲会当平安熬大汉啊。当然啦，这是一种对细汉一款文化的产物吼。啊，就老师你这款的，你来看讲吼，王爷文化这款对咱台湾有重要无？啊，伊的重要性伫倒位？所以甲拄啊方老师讲，哦，你这个顶头要维持。你主要就是你有一个信仰，有信仰做一个载体。啊，你也无这个信仰，自然伊遮吼顶头文化，伊无生存的条件。啊，台湾虽然有经过日本时代，但是上少吼，伊这个文化会当保存的。所以讲起来，咧华人世界内底吼，这个吼，这个鸟上基建的这顶头，都是台湾保存了上齐全。阮有一遍。吼，这个文资局吼，伊来办活动，我是讲，咱台湾保存到遮好吼啊，咱把邀请吼，这个马来西亚吼，这马拉加有5间王爷庙，清华宫吼，永泉殿，阮邀请伊来，因来看讲，你台湾啊保存到遮齐全啦，我来鼓励讲吼，咱台湾就是信仰自由。吼，民众的文化、大众文化自由，所以咱的公益、艺人嘛自由，所以保存啊真好。我讲恁吼，阵吼，因为我了解啊，这个马拉加吼，因为1925年了后，因都无机会办因的战争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就断绝。知影讲吼，这个顶头文化吼，你规档你也无做，就是会断绝。王府礼仪嘛是会断绝。我讲咱台湾这保存甲遮好吼，恁吼会当来邀请因去指导。但是迄毋是我讲的吼，因等下伊真正去跋杯啦。讲咱吼，咱这个王爷来，咱王府吼，咱若无王室无设王府，王府也无礼仪，拢失传啊。咱来台湾请这个师傅来教，那好无？有杯。所以吼，伊真正吼来台湾吃金东殿，或者理性团体归等于去教，真正教出来是喏。你知影讲，
所有王府你也无礼仪，你就是安尼。你事王嘛袂当办，所谓行事嘛袂当做对啊。啊，所以吼，金东殿吼，伊像一批人，当伊嘛拢家己，迄拢是自愿安尼，拢是吼家己安尼吼，敢讲文化，迄是软实力啊，文化输出啊。所以讲起来吼，虽然哦要申请电力部的会议吼，咱无机会参与，但是事实上，咱台湾保存这种吼伝統文化。王府礼仪其实保存较上好，所以吼，咱吼不但吼信仰会当输入，咱的信仰嘛会当输出。哦，我讲吼，这是台湾的创造这个宗教奇迹啦。吼啊，所以吼，照讲啊，哦，这个联合国的迄会议吼，其实台湾保存的这吼，这是做功德的。对，听说两位老师伫咧讲到这个王爷信仰文化，也知影讲吼，咱台湾的王爷信仰啦，即个迎王送王，会当讲是伫咧世界当中非常特殊，而且会当甲世界相接的一个文化。而且呢，这王爷信仰呢，伊嘛是讲吼，甲一只王船做出来了后。放火烧掉了，大家欢欢喜喜就结束啊！事实上，这个王爷文化其实甲咱的土地、人文、文化、艺术拢互相牵绊做伙，会当将大家来靠活来。今日非常欢喜，会当邀请到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开讲。非常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啊，讲到这个海洋文化的信仰是真热情，王爷公大天顺手要来看清，做好做歹，王爷公会查明。这文化对着岁月伫咧推展演进，也希望讲这第一位王爷公信仰文化会当记载正人心胸。我是嘉豪，后礼拜同一时间，请您收看《这是台湾馆》，咱再。非常多谢老师，感谢。